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下吧》。今日的民族来到亚个美术当特别喽，而且呢，这个爱沈浩这个算是一个传奇人物，这个用稻草来编的，应该你算是唯一的传人了哈。嘿，也可以安尼讲啊。哎呀，而且啊，今日二楼老太家小个，就是你手上这个亚黑马盖嘞。 这个是稻子，然后收割下来的那个稻管，对不对？稻管。对，以前呢、没有热水壶的时代，就是靠这个茶寿来让它保温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前就是从那个师姐妹那边研发，那个小鸟巢那边研发出来。原来的阿嬷就想说，阿公太辛苦了，天天到山上去。 田里工作嘛，冷冷的饭啊，冷冷的茶，哎，这么辛苦做，吃就舍不得啊。阿嬷就想说，哎，那个鸟巢这么小的，可以铺那个蛋，那个是有保温的效果。阿嬷就是从那边延伸到灵感出来哈，做大一点的哈，可以保温啊。所以它的起源呢，就是一个爱情故事。不过呢，要教大家来讲客家话。好，那第一个客家话，热水壶，哎，你吸烟讲法就很多暖干。还有重要的就是冷冷天气要喝一杯热水。对。热水的客家话就很多。 小水，对，小水。我们今天呢要教观众朋友讲一个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叫做“热水壶保温效果很好”。对，能干保温效果很好。对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呢认识了这个茶寿，原来它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哎。而我们今天呢学到许多新的词还有句子，在这边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让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学到新的词就是热水壶，暖干。第二个呢，冬天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热水，小水。 小水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，就是热水壶保温效果很好，暖干保温效果很好，暖干保温效果很好。这样学会了吗？也许你下一次也可以去亲自体验看看，到底这个要怎么做呢？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